我哋喺動盪中奔跑，以為只要匿喺嗰度厚厚嘅牆後面，就聽唔到恐懼嘅聲音。我哋喺數字嘅起伏中攀爬，以為抓住咗物質嘅穩固，就能夠填滿心底嘅荒涼。我哋喺愛與被愛嘅裂縫中修補，以為揾到一個肩膊就係終點。但係我哋忘記咗，喺我哋筋疲力盡咁尋找避難所嘅時候，有一雙眼睛亦一直尋找緊我哋。呢個唔係一場偶然嘅邂逅，而係一場預約好嘅重逢。當你相信耶和華是我的避難所，神早已喺度等候多時。但願被愛的溫柔都給你化作美好的守候。縱迷路，彷徨着眼前黑暗，抬頭就有閃閃的星宿。許個願，但願被愛的溫柔都給你每秒每分能擁有。願你可不拘不束，似風自由，你的哭笑也都這麼罕有。如果你都想喺呢個佳節相信主耶穌，得着福氣、平安同喜樂，我邀請你一齊作以下呢個禱告。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賜下獨生愛子主耶穌基督，為我釘死喺十字架上，又為我第3日從死裏復活。我承認過去喺思想、行為、言語上得罪神，我願意悔改，並相信因主耶穌所流嘅寶血，洗淨赦免我生命中一切嘅罪。現在我打開我嘅心門，接受主耶穌成為我嘅救主同生命嘅主。求主憐憫我，醫治我，賜下平安、喜樂同新嘅生命俾我。我願意一生跟隨主，讓父神引導我走前面嘅道路。禱告奉耶穌基督嘅聖名祈求，阿門。如果你已經發出咗以上嘅禱告，恭喜你啊！你已經得着寶貴嘅禮物啦！鼓勵你將今日決志嘅消息話俾你身邊嘅基督徒朋友知道，或者如果你想同我哋聯絡，歡迎你打電話俾我哋啊！